总统赖清德昨暝伫面册分享着好消息，讲美国农业部的处长林德伯格来台湾访问，讲将要开放着台湾的往来销到美国市场。农民讲乐观其成，讲安尼一来，除了日本、香港甲加拿大之外，台湾阁加一个卖往来的通路。 工厂内底工作人员真细腻，将每一粒大粒骨水往来套封好套化。 所以装入箱内底，准备销往市场。啊，若未来会阁加一条通路。总统赖清德面册昨暗时普遍写美国农业部林德伯格处长，过一年搁一摆访问台湾。这一遍带来好消息，因为美国要开放台湾往来销到美国市场，互美国的朋友会当食到台湾的往来。啊，那这个消息农民嘛听到啊。多一个通路是很好啦，只是说。 站在我们果农的立场，不是很乐观。我们也有教过要出加拿大还是哪里，可是到后面的成果也不是很好。他们也有做到冷链，可是问题路途太远了，都1个多月。啊，当然你有一条门路，当时当然是真更较好啊。看我都靠冷链这条线过美国，我都能撑遐久了。 目前咱台湾的往来主要是销到日本，农民知影加一个通路的消息，拢真欢喜。不过运到美国敢真正无问题，因为若运送的成本可能较贵，并水果的技术敢有法，阁有详细检疫的规定，美国嘛也袂公告。凤梨最好的保存期限是在2个礼拜左右啦，冷藏柜都保存在11、2度。 因为最怕冷藏出来到上架这一段期间，温差会落差很大，会影响到品质。经过5年往来运到美国的申请案总算向前一脚步，就等美国法制作业出来，台湾往来就当销到美国市场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